各位同学早安，又到了我们一起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在7月的这几天，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热呢？邀请大家要小心，还是要保护自己身体，不要中暑哦。这样大家才能够和家人一起出去，好好的玩，好好的休息。那今天在主日学的一开始，一样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德君、德许还有怀恩老师一起来敬拜。谢谢德君、德许带我们一起敬拜。每次雅茹传道看他们敬拜，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也很感动。他们是一起用心的来预备每一周的服事。那今天雅茹传道要问大家，不知道暑假的时候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去台东或花莲走走呢？雅茹传道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跟家人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台东短宣哦。那什么叫做去台东短宣呢？就是我们的教会会跟台东一些比较弱小的教会连结，那我们就带着一群人去他们的教会服事。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说起台东，就会想到好几个有趣的地方，比方说会想到鹿野的热气球，然后会想到铁花村，还会想到三仙台，就会想到那个山和海的颜色完全跟台南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雅茹传道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就发生在台东哦，但故事呢不是发生在台东这个土地上，而是在它的外岛兰屿。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兰屿之父纪守常神父的故事，就邀请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纪守常神父第一次来到飞鱼之岛兰屿，在红头部落上岸后，同船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他看着带来的6包衣物，心里想着，这怎么办好呢？幸好有一位阿美族的警察收留，让他暂时住在警察局里。兰屿的达悟族人第一次看见纪神父时，问道：“你是谁？”纪神父用日语开心地自我介绍。达悟族人听到纪神父的故乡瑞士看不到海时，都很惊讶。没有海怎么生活？
不能吃到新鲜从大海捕到的鱼，那要吃什么？祭神父带了很多达悟族人不习惯喝的牛奶。族人们因为祭神父对他们说，多喝牛奶就会健康有精神，就为祭神父取了 Sisa Sagadro 这样的名字，意思是很活跃、很有精神的人。祭神父每次到兰屿，都会环岛走路到各部落拜访。路上遇到族人，就用族语打招呼，阿哥盖，意思是祝你平安。他会边走边哼着歌。每当他快抵达部落前，族人一听到他洪亮的歌声，便知道神父来了。大人小孩都涌到教堂。祭神父每次来拜访，都会将他带来的衣服、油、米、面粉、牛奶、罐头等等补给品交给传道员，请他们按照每户人口数来配给，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呢。祭神父自己则是到生病或受伤的人家里，细心地为他们擦拭脓疮、清洗伤口、敷药和包扎。有一天，祭神父在教堂准备弥撒，奇怪，怎么还没人来？他正想着，传道员来跟他说，神父，今天是我们的造飞仪祭，我们不来教堂。我可以去参加吗？祭神父问。他想，你们不来，就让我去找你们。当然可以啊，我们一起下去海边吧。传道员很开心地邀请神父一起去海边。祭神父到了部落的海边，看到每个人穿着传统服饰聚集在那里。族人们邀请祭神父站在船首，带领大家祈祷。他就为部落的人、农作物、牲畜等祝福。然后大家面向大海，高举手中的公鸡、小公猪等祭品，一起呼喊：飞鱼回来哦！飞鱼快游到我们的海域这里。有一天，祭神父按平日习惯在兰屿的高屋里读圣经，有人跑来告诉他，神父，军人把他们养的黄牛赶到我们的地瓜园，吃掉我们种的地瓜。话还没说完，又有一个人跑来说，我们的龙眼树被农场的犯人砍掉了。祭神父就立刻放下圣经，跟族人去看被牛群践踏的地瓜园，又到山里查看被砍掉的果树。祭神父带着族人到兰屿指挥部和警局，要求军方警察赔偿族人的损失。祭神父本来想好好讲道理，但是傲慢的军人仗着自己是统治者身份，根本不理会他们。到后来，祭神父为了达悟族人的权益，和他们打起架来。祭神父很心疼达悟族人常常被外族人欺负，总不能每次都靠着他这个外国神父与军警大打出手吧。他心想，只有培育当地的人才，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决定将兰屿岛上每个国小毕业前3名的学生带到台东，让他们继续读书，将来成为帮助自己家乡的人才。祭神父在台东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照顾兰屿达悟小留学生。他到各个学校去探望他们，关心他们的成绩。为了让在兰屿的父母安心，祭神父会录下孩子们的声音。去兰屿时，他背着录音机穿梭部落，到每个小留学生家中放给父母听。离开兰屿前，他再录制父母的声音，带到台东放给孩子们听。寒暑假一到，祭神父又忙着准备礼物，让达悟学生带回家送家人。
希望学生的父母收到礼物会开心，愿意在假期结束时再让孩子去台湾继续读书。季神父很了解，也接纳达悟族人的文化。有一天，部落有妇人难产过世，妇人的丈夫很无助，因为达悟人害怕死亡，不敢接近尸体，所以没有人肯帮助他处理过世的妻子和婴儿。这时，季神父就出现在他面前，安慰他说：“别担心，我来帮助你。”让妇人的丈夫感动地流下眼泪。又有一次，另一个部落有位小孩过世，季神父也立刻赶去，彻夜陪着伤心的夫妻。天一亮，季神父和那位父亲一起把孩子抬去墓地埋葬。季神父在兰屿盖了好几座教堂，东清天主堂是第一座水泥教堂。几年之后，他在红头部落盖水泥教堂时，他和传道员亲自从海边搬沙石，族人看到了，也从家里拿盆子去帮忙装沙子或石头。季神父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参与，也为了教导族人付出才有收获的观念，只要族人拿一盆沙到工地，就能换到1碗米，所以连小朋友都来搬沙子，一起盖教堂。兰屿的红头天主教堂在大家一起努力下盖好了。季神父用达悟族的传统举行落成典礼，他跟族人买1头羊和1头猪，并邀请各部落受尊敬的老人一起来庆祝。季神父穿着祭衣，戴着达悟族传统的银帽，站在教堂门口，以达悟族传统主屋落成时的接笔礼迎接每一位宾客。传道员绘制教堂内部墙壁的族人与神父坐成一排，耆老们轮流吟唱古谣，恭贺祝福季神父，再由他的传道员替季神父一一吟唱回应。1970年3月10日，季神父带3位台东原住民少女到台北学习家政，在路途中发生车祸去世。达悟族人听到噩耗，全部涌到教堂悼念他们挚爱如同父亲的季守长神父。教堂里的哭声此起彼落，全岛所有机构都降半旗，表达对达悟之父最高的敬意。大家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不是医生，不是宣教士，而是神父的故事。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除了信耶稣的长老教会、基督教，还有一群从瑞士来的白冷会神父，就像我们今天的季神父，他也是白冷会的神父，来到台东地区来服务台湾的东部的住民哦。那到底什么叫做白冷会呢？那我从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原来在天主教里面呢，如果有成年的年轻人，他们想要一生来专心侍奉主的话，他们就会变成修士修女。那修士修女他们要发誓服从3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个，他们一生不结婚；第二个，他们一生甘愿贫穷，就是不会有自己私人的财产，都是在修院里面共用财产。第三，
他们会发服从、顺服的一个誓言，顺服他们所归属的修会，然后顺服于天主教的教廷。所以，当这些修士修女确定要走这条路之后呢，他们就会加入各自的修会。那修会就有很多啦，比方说我们听到的白冷会，或是说耶稣会，或是说加尔默罗修会等等很多的修会。那这些修会各有各的长才或特色。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季守长神父，他属于的白冷会，全名叫做白冷外方传教会。那这个修会的特色呢，是他们专门差派往海外的神父哦，就是这些神父全都是往外国去传福音的。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有一群瑞士的神父就这样千里迢迢的来到台湾的中部，帮助那里弱势的好朋友。那我们今天故事里面提到的季守长神父，我们听绘本的时候都会觉得听起来好像很顺利，但其实呢，当季神父来到台东的时候，并不是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顺遂哦。因为他来到台东的时候，刚好是国民党政府刚接管台湾不久的时期。那他去到兰屿这个可爱的小岛的时候，发现当地的重要的政府机关，比方说警察局、学校或是各种行政的机关，怎么全都是由外省人来管理。而且这些外省人呢，他们来到兰屿的时候都不会照顾当地的达悟族，他们常常是欺负原本的达悟族的原住民，甚至有的时候会用骂的或是用打的，所以真的是把达悟族人当作二等的公民在对待。那季守长神父他到兰屿的时候，就时常在出面协调这种两方面的争执，他也常常站在岛内弱小的住民的这一边，来帮他们争取应该要有的权益。那这里面非常辛苦的故事包含什么呢？比方说，当这些外省的老兵刚来到兰屿的时候，他们非常喜欢找年轻的达悟族女孩娶到自己的身边，想要为自己传宗接代。但是季守长神父就觉得不对啊，你一个外省的老士兵，为什么要娶年轻貌美的女孩来当自己的老婆呢？你这样是真的为这个女生好吗？还是你只是要利用她来帮自己生孩子？所以曾经有一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季守长神父就出面去制止，结果没想到这个军人一不开心，就邀请其他的军人一起来围殴季守长神父，然后两个人就闹到了警察局。过了一阵子协调之后，这件事情才顺利结束，然后没有让这样子不公平的结婚关系来发生。还有第二个故事，在岛上的军人常常会放牧，就是说他们的牛或羊不是圈起来养的，是让他们在岛上四处跑的。那这些牛羊呢，就会到处踩踏原住民的农作物。那踩踏完之后，这些军人又不赔偿，然后又不管理好自己的牲畜，所以季守长神父也会去找他们理论。但是去理论的时候，对方也不想要赔偿啊，有的时候一言不合又大打出手，神父就真的也觉得很不公平，就跟他们打架。终于对方还是乖乖的赔偿了小米或是其他的生活用品。所以我们看到季神父他真的是一个不怕恶势力，而且敢于为弱势者出头的一个很勇敢的神父。然而就像故事书里面看到的，季神父他发现，如果要让兰屿的这些达悟族人他们不要再被外省人欺负，那只有让这些达悟族人他们自己去受教育，能够回来当老师，能够回来当县议员，能够回来担任公家机构的职务，这样子才有可能改变这个岛。因此呢，他就开始预备把兰屿地区这些学校前3名的同学想要带到台湾的台东本岛去受更好的教育，栽培他们。
但是就连这么有远见的事情，一开始兰屿的达悟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不愿接受。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其实在之前日治时代的时候，兰屿地区的达悟族人呢，常常被征召去作战、去打仗。每次去打仗之后，这些达悟族的孩子们就没有人回来了。在兰屿的爸爸妈妈们都很不愿意让年轻的孩子们离开自己的身边，可能去本岛或去其他地方，他们都会觉得是不是要被人骗去做什么，让孩子永远就回不来了。所以地所长神父在做这个看来很美好的服事的时候，其实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然而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他去买了一台录音机，所以每次把孩子们带去台东之后，录他们的声音回来给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才更安心，不会跟地所长神父来吵架。那同样的，地所长神父也会把爸爸妈妈的声音录去给在台东上学的孩子们听。地神父这些勇敢坚持的心真的没有白费。渐渐的，在多年的耕耘之后，许多的达悟族人也都回到兰屿来工作，整个岛屿的气象就变得不一样了。他们也开始能够自己来管理自己，自己来照顾自己。假如传道在预备地神父的故事的时候，了解到地神父在做这些服事的时候，心里常常挂记着一句经文。这句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8节，他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从地神父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在乎瞎眼的、贫穷的、被掳的、受压制的，而且上帝喜爱这些弱小的弟兄姐妹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大家，我们看完地神父的故事，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爱台湾这块土地人的心，完完全全的从地神父身上也彰显了出来了呢？我们愿不愿意听到地神父的故事，又了解到他背后这样子爱人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更深的来求上帝感动我们，去爱他，去敬畏他。我们愿不愿意跟上帝做这样的祷告呢？现在就邀请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地所长神父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是如何借着他彰显在兰屿这个美丽的岛屿身上。主耶稣，恳求你帮助我们听到他的故事后，能够更渴望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叫那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得释放。也恳求你把这样的感动常常放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心中，使我们也常常为弱小的肢体来祷告，并且你教导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我们身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完地所长神父的故事后，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同学奉献自己微薄的金钱，让教会可以用大家这些金钱来帮助更多的人。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赐给我们权柄来祝福每一位主所赐的宝贝。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疫情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更让我们注目在主的身上，连结于你。恳求主恩待每一位老师与孩子的家庭、学校与我们所爱的教会的每一个肢体，身心灵都健壮，使我们在分享主话语的同时，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更求主耶稣医治我们当中肢体软弱的，赐下平静安稳的心，让他们早日康复。你也深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按你的时间来供应。谢谢主，让我们主路学能够持续分享上帝的话语给每个孩子，使用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做孩子信仰的好榜样。更求主祝福尚未施打疫苗或无法施打疫苗的老师及孩子，身体得蒙你的保守看顾，有足够的抵抗力，防堵病毒入侵。更祝福我们8月份要恢复回到教会实体的聚会，求主祝福，愿主亲自纪念每一位老师的服事，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同心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生命记31章6节。